我講你聽第3節。而家我哋開始講一個主題咧，就叫做碰撞。呢個碰撞咧就唔係講緊香港嘅政治嘅文化嘅鬥爭，咁其實係主要都係講翻一啲歷史嘅戰爭上面嘅軍事碰撞啊，文化上嘅碰撞啊，國家利益之間嘅碰撞。咁就其實一樣嘢我不嬲都耿耿於懷嘅，就係睇翻即係近呢10幾年香港嗰個社會變化咧，就好多人都好憎恨自己嘅祖國。即係尤其是一講共產黨，啲人就好驚㗎啦。咁但係佢哋好多時憎恨共產黨都係基於一啲近代嘅中國歷史咁但係遠啲嘅歷史咧，就好似就冇乜人點提到。咁呢一節咧，我哋又其實想講翻比較遠少少嘅一啲嘅中國歷史啦。咁或者我哋開始由鴉片戰爭開始咁一講到鴉片戰爭咧，我諗就無論睇電戲、睇電影、睇電視劇。大家都知道有一個英雄㗎啦，叫林則徐就係呢個就喺1840年開始咁林則徐咧就係一個受命於當時嘅道光皇帝，就進行呢個燒鴉片呢個運動咁啊 Ricky，我想問咧，呢個鴉片戰爭咧，即係其實有第一次同第二次之分嘅。冇錯。咁第一次即係 Ricky，你嘅認識可唔可以同我哋啲觀眾分享一下咧？如果第一次嘅鴉片戰爭就係1840年。至到1842年，就係、主要係英法兩個國家，咁啊影響我哋中國呢150年嘅近代史都係由呢場戰爭第一次嘅鴉片戰爭開始嘅。咁啊當時講緊鴉片戰爭嘅原因咧，就係19世紀初，咁我哋講緊係英美法或者完成工業大國嘅國家咧。佢嘅資本主義咧，佢需要去殖民去第二個地方，去掠奪佢嘅資源啦，或者佢係要進口佢嘅商品啦。所以咧，佢就佢個資本要迫切要揾個殖民地嘅地方。咁啊，當時中國清朝末期即係腐敗嘅，咁啊中國係地大物博啦，資源豐厚啦，梗係咁呢啲完成工業大國或者差唔多完成工業大國國家，一定係想掠奪中國嘅資源㗎啦。咁啊當時其實咧就呢個我所知咧就有少少就因為咧大家都知嘅，中國咧就其實有好多係好出名嘅即係製品啦絲綢啊嗰方面咧就基本上喺全世界嚟講咧，當時係無可匹敵嘅。絲綢同陶瓷都係。係啦，所以茶葉仲有茶葉，所以當時咧就只有中國出口去外國嘅啫。咁啊，基本上中國都唔使點樣需求外國嘅產品。所以嗰陣時個貿易逆差咧係可以講話完全一面倒嘅。咁所以英國為咗要發展經濟，佢又想將佢哋嘅自己嘅產品打入嚟中國咧，於是咧就發動咗一個就打開咗一個缺口。佢哋有一樣產品咧係中國冇嘅，就係鴉片。呢個就係鴉片戰爭嘅開端嚟啊！因為當時林則徐咧，佢喺個導火線咧就係禁煙運動。喺18世紀末嗰陣時咧，英國咧係大量輸入呢個鴉片，即係荼毒我哋當時嘅中國人民嘅。咁啊講緊喺世界嘅泛濫嘅嗰陣時，咁林則徐就喺1839年6月咧，佢就奉咗清政府嘅命令就去禁煙燒煙啊！咁係當時咧，佢又沒收咗呢個絲嘅鴉片咧，係230餘萬斤。咁係當眾喺呢個虎門海灘係燒毀嘅，好似足足燒咗成10幾日先至燒得晒。係啊。咁跟住打呢場仗個導火線咧，同埋亦都係喺1839年嘅7月咧，喺九龍尖沙咀發生呢個臨圍起案。咁咧就講當時嘅水兵咧就喺嗰度飲醉酒鬧事。咁咧呢個臨圍起咧，就或者都有啲少少記載咧。其實佢就係香港一條村嘅村民嚟嘅。呢條村咧就而家講，可能大家都會哇聲，就係嗰條村叫尖沙咀村。咁就喺九龍啦。咁啊尖沙咀村梗係尖沙咀啦。咁就係一個村民，咁就俾人打死咗，咁啊激起咗個民憤。咁啊當然啦，即係呢個世界好多嘢都係因為擦槍走火嘅啫，係啦。
咁啊，最後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咗個結果咧，就係咧簽咗呢個不平等條約嘅南京條約嘅。當時咧就係1842年8月29號。咁啊，第一次中國咧就簽咗史上第一個鎖權辱國嘅史上稱嘅叫南京，跟住係江寧條約，等於係呢個江寧條約有5款嘅，其中一款就係我哋要割讓咗當時中越割讓咗香港半島啊，呢樣係最對我哋近代史最影響嘅。咁啊，同時係當時葡萄牙都係佔領埋我哋澳門嘅。咁啊，到完咗第一次鴉片戰爭，跟住仲有第二次嘅。第二次之後咧，係發生喺1858年至1860年嘅。因為嗰陣時簽完呢個南京條約之後咧，佢想改條款啊，開始之後都咁改條款，佢又要揾藉口啦。咁啊，第二次，我攞翻啲資料先。咁就其實呢個最主要當中就係因為鴉片當時，因為大家都知就係毒品嚟嘅。咁而鴉片喺英國咧就唔係屬於違禁品啊。當時唔屬於違禁品嚇。咁當時英國人咧就睇中咗一樣嘢，即係因為食鴉片而會上癮，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將大量鴉片咧就買嚟中國。咁你上癮咧就啱啦，你就不斷幫佢賣。呢個咧就令到嗰個貿易逆差咧就逆轉咗嚇。咁而另一樣嘢，英國人係睇中咗中國嘅係咩咧？就係中國人嘅白銀。因為當時清朝咧係用白銀做嗰個貨幣交易嘅嚇。咁而英國本身就冇白銀嘅。咁如果英國要同中國人做生意咧，佢哋就要去需求一啲白銀嚇。咁要同其他地方買白銀，你度同中國人交易嚇。咁如果用咗鴉片去貿易咧，佢哋咧就不但止可以平衡到貿易逆差，而第二樣咧就可以同時吸走晒中國人嘅白銀，係啦。咁呢個就係當時英國人嗰個目的。咁我補充少少，其實鴉片咧當時咧喺英國咧係作為一種叫做鎮痛嘅藥物嚟嘅，係啊，佢係咁。另外南京條約咧，佢除咗割讓咗香港啊，係要求就清朝咧就賠錢，賠咗幾多白銀咧？2100萬。咁啊，佢同埋開放我哋嗰個港口，由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呢5處咧，係俾英商咧係做通商港口嘅。咁同埋鴉片咧，即係亦都帶嚟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當時咧就係點解話鴉片戰爭對中國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歷史咧？就因為英國人不斷喺中國嘅地方去，無論走私又好點都好咧，就販賣鴉片。而當時因為唔同啲省份嘅人咧，佢哋為咗佢自己嘅利益咧，當時啲官員咧就私下同英國人咧就買賣鴉片嚇。咁呢個就形成咗咧，就每一個地方市咧就自己各自擁有自己嘅權力啦嚇。咁呢個就係軍閥時代嘅一個開始嘅演變，因為開始各自用兵嚇。呢個就影響到中國後期嗰個自己內部嗰個變化啦。同埋如果火燒圓明園咧，都係第二次嘅鴉片戰爭開始，同埋佢中英中法簽個北京條約咧，割讓埋九龍半島嘅，都喺鴉片戰爭第二次發生嘅。嗱，咁除咗第一次鴉片戰爭同第二次鴉片戰爭係對中國歷史有一個咁深遠嘅影響咧，仲有一個戰役咧，我哋係唔可以唔講嘅，就係甲午戰爭嚇。咁甲午戰爭點解會叫做甲午咧？就因為以當時嘅歷法嚟講咧，天干地支計算，當時嘅中國咧就屬於甲午年，咁所以當年嘅戰役咧就叫甲午戰爭。咁呢個就應該好似係1894年，係啦。咁甲午戰爭係點樣開始嘅咧？咁呢個Ricky 你可唔可以即係同大家講一講？如果講翻我哋近代史嘅總結，不如我哋由翻我哋今日1840年開始講起啦。因為我今年睇過
一個旅法嘅學者寫過篇報導嘅，寫過一篇文嘅。咁佢話今天嘅中國係指1840年以來係最好嘅制度，只有去中國先會睇到未來。咁亦都有一個著名嘅專欄作家，佢係紐約時報嘅，佢同佢個女講，佢話你只要去到中國，你先會睇到你嘅未來。咁咧，我可以讀一讀佢篇文嘅重點俾你哋聽下。咁啊，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咧，中國締結過1175條約章，其中咧絕大多數咧都係不平等條約嚟嘅。呢啲條約咧包括割地、賠款、租界、駐兵、關稅、法權、勢力範圍林林總總，將中國咧一環一環咁鎖定嘅。咁咧喺世界新老列強瓜分中國嘅時期咧，呢個咧係前所未有咁荒唐嘅。日本咧嗰陣時就要求中國要保留福建省，唔俾割地俾其他，唔俾割讓俾其他國。法國就要求嗰陣時清政府咧就保留廣東省、廣西省、雲南三省，同埋海南半島又唔俾割讓其他國家嘅。德國咧又要求嗰陣時清政府又要保證山東省唔俾割讓俾其他國家。咁呢啲瓜分咧就都係當時鴉片戰爭時期嗰陣時，又係瓜分我哋中國開始嘅。咁啊到中華民國時代啦，去翻我哋近代嘅中華民國時代啦，咁亦都係未帶俾我哋中國有獨立，又冇帶俾我哋統一。咁喺民國嘅37年咧，經濟咧都係陷入破產嘅，軍閥都係混亂嘅。亦都係大規模內戰，外敵亦都係入侵，國土都係分裂嘅，從上到下都係完全腐敗㗎。等到國民黨退出個歷史舞台咧，中國幾乎咧都係喺呢個荒蠻嘅地步，人均壽命嘅不足35歲啊，文盲高達80%。中國幾千年咧，唯一落後於印度咧就係呢個時間。咁啊，仲有一段係。大家都要聽一聽嘅。真正改變中國積弱貧困，一舉消滅自曾國藩時代起，將軍閥傾向完全擺脱國際強勢對中國事務嘅干涉，重建國家統一主權嘅完整，就係1949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係從1840年起計咧，中國完成以上任務咧，係已經有100年㗎。咁啊，如果講西方制度咧，西方制度係定期換人換黨。中國而家現時嘅制度咧，定期換人但唔換黨。阿拉伯咧係唔換人又唔換黨。咁以目前嘅制度嚟睇咧，中國嘅模式咧係表現最佳嘅。佢有啲咩補充嘅？咁嗱，咁呢度咧就係一個文章上面嘅分析啦。咁其實咧就頭先講過啦，即係鴉片戰爭就係開始咗一個對中國歷史嘅一個影響好深遠。跟住仲有3場戰爭咧，都係影響得中國好緊要嘅。一個就係甲午戰爭啦，一個就係呢個八國聯軍瓜分中國啦。咁仲有一場戰役咧，就係呢個頭先我講到係甲午戰爭同埋呢個八國聯軍，同埋呢個當然唔少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都係對中國有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嚇。咁呢個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會繼續討論。